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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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呀哎呀！臭小子，拿好了，把这东西带到宫里，交给咱们自己的人，让他转给天木头，千万别出篓子。这东西来的不容易。知道，从您嘴里捞的，肯定不容易啊！你个臭小子！天木道长，天木道长，宫外有人给您带的东西。多谢公公。啊，对了，这里有些碎银子，有劳公公了。我，云姑娘来了。这大晚上的找我干什么呀？哼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个月夜捉妖。妖呢？只要我一召唤，犬妖它就会出现。信你才有鬼！什么鬼？道具。哼，还有道具呢。这什么味道啊？催情粉。催情粉？你一个道士，我带你看个地方。对，你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啊？自然管用。这世间的活物全都逃不过食色二字，犬妖哪有那么厉害啊？乐平公主，天木道长，公主你怎么来了？我猜您跟云指挥在一起，就像云指挥的手下打听了你。公主，这里很危险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有你在，怎么会让我有危险呢？这犬妖可是随时会来的。我不怕。公主还是回去的好。犬妖！
他是谁？是那个失踪的小太监。这回可好了，连找到幕后主谋的条件都没有了。云姑娘可真是厉害啊！天幕道长好厉害！哇，天幕道长，犬妖真的死了吗？我好害怕。好爸爸。犬妖是如何被天幕瞳引过去的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向我通报？我也是才知道，他熬制了催情药粉，引得犬妖性情大发，所以才控制不住。可恶！真是世风日下。现在连道士的手段都这么下流。现在犬妖死了，还有半张图下落不明，我们该如何打算？犬妖虽然已经死了，可犬魂却被我收了回来。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一只犬妖，为我们所用，而这只犬妖也是天幕瞳最难对付的。于大人真好，嘿嘿嘿嘿，哇！